天都亮了。烟竹，我今天头好疼哦。给你煮了醒酒茶，你起来喝点吧。好。不过我昨天晚上可能真喝断片了，完全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。哎，我昨天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吧？没有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没有。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我帮你打他去。没人欺负我。不过我好像记得昨天甘蔗寺他……小贾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谁送你回来的吗？哦，不会是甘蔗寺良心发现，然后他送我的？是啊，皇子殿下。不会吧？而且我好像记得昨天我喝多了，还吐了谁一身。小贾，喜欢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是一心一意，只想和他一个人在一起吗？这你为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？我今天还有很多活，我就不等你了。别走啊你！你别生气啊！怎么办？云竹好像生气了。哎呀，云竹，这衣服我帮你洗，来。不用，你洗好你自己的便是。云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帮你吧，我帮你。云竹，你别走啊！完了，云竹这真生气了。奇怪，当心！不能在这里出事，我得想办法助攻。关键时刻，一件趁手的兵器都没有吗？
殿下，殿下，小宝，哎，殿下，这小姑娘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信吗？你别磨叽，去拿金疮药。是。哎呦，胳膊伤了而已，无碍。你怎么这次救我了？你不是应该先说谢谢吗？那多谢四皇子殿下昨天没把我射死之恩。丫头，如果我说我昨日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四皇子殿下还能学我说话，看来没什么大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赵晨烨，你骗我！但是这个伤口看起来不是很深，怎么会这么疼呢？可能是有毒吧。有毒？你干什么？哦，那有只猪在飞。飞过来，飞过来。哪儿啊？看到猪了吗？要干什么？只要把伤口的毒血吸出来，伤口会好得更快一些。丫头，叫我干嘛？现在你应该先说谢谢我吧。这就是爱情。奶奶个腿儿！你这个缺心眼的小孽障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衣服啊？这可是皇上赏赐给徐大人的，你竟然洗成这样，你让我如何交代？对不起，我会负责的。负责？你拿什么负责？平时看你手脚最为麻利，特意交代给你，你竟然犯这样的错误！你呀，自求多福吧。反正我司之司可保不住你。姐姐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了。我放过你有什么用啊？况且上面还有苏嬷嬷。再说徐大人是什么人？衣服到了他手里，你还有几条命可活啊？我自己去找徐大人，我去求他原谅。反正横竖都是死路一条，我去找他试试，或许还有一丝机会。哎，那你别连累我们司之司。文渊阁起火，硫磺爆炸，别无事出意外，钦天竟然直接派人暗杀。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仇家？我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怎么会有仇家？那蒙面人一定是阿文没错。阿文难道想杀了我？我可怎么办才好啊？那你可知今日何人要杀你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在想什么？啊？没什么呀。说实话。我在想刚刚四殿下救我时候的英姿啊。刚刚四殿下帮我挡飞刀的时候，简直就是英姿飒爽，帅气逼人。你刚才救我的时候，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呢。
对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武功呢。娃子比武大会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只展示了你的射艺吗？我不会武功啊。那你还会飞？我只是比常人腿脚快些。睁眼说瞎话，看来他是故意想隐瞒，我还是不要再追问了。